第10篇，一杯涼水的價值。馬太福音10章42節，無論何人，因為門徒的名，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人不能不得賞賜。以社會一般人嘅標準，從市面上嘅價值嚟衡量，一杯涼水同埋一個小子並冇好大嘅價值。冇人會用千金嚟買一杯水，亦冇人會用重價來買一個小子。呢個都係社會上微不足道嘅不被重視嘅人同物。但係耶穌話，無論何人，因為門徒嘅名，只將一杯涼水給呢個小子裏邊嘅一個飲，我實在話俾你哋聽，呢個人不能不得賞賜。點解一杯涼水突然升價100倍，甚至可以換取永恆嘅賞賜呢？原因係呢個係出於愛心嘅行為，將一杯涼水俾有需要嘅人，呢個係即時嘅幫忙，係喺天堂裏被紀念嘅。一件小小嘅行為，出於愛心嘅付出，係上帝所睇重嘅。你願意付出呢點滴嘅愛心嗎？